靚嘅產品，文仔有好多，無敵景觀房你都睇過唔少，但係呢一種180度無敵江景房，你有冇見過我拍過？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舒服。灣區接中山，中山接揾文仔。大家好啊！今日咧好難得同大家揾到一套世紀江景房。嗱，我唔知大家對景嘅追求咧，會唔會執念到好似文仔咁樣，對江景係一個情有獨鍾嘅一個態度啊！今日嚟到香檳筍外石岐區嘅，全部樓齡加埋3年零多啲，當你4年時間啦，全部你見到外立面又好，質感都相當新淨嘅。佢係澳門同埋本土聯合發展嘅發展商開發嘅。呢度唯一嘅缺點就係咩呢？容積率高咗少少。容積率高少少，不過唔緊要啊。咁因為本身個次新樓加上大陸入住嘅一個入住率嘅問題啦，咁所以嚟講咧，暫時到呢度咧都未有失 lift 嘅一個感覺嘅。主要係咩咧？樓齡新加埋稀缺嘅江景房，文仔就過嚟呢度啦。嗱，呢個位置處於3區交界，你去人民醫院又係咁近，去博愛醫院2個3甲醫院一樣都係咁近，而且佢係比較精緻嘅一個屋苑。你會唔會見到？其實佢嘅外立面各方面都好澳式同埋港式嘅，我諗好適合好多香港同澳門嘅朋友。相信買呢度嘅現時居住嘅都係好多同香港朋友同澳門朋友。嗱，總共見到咩？7座，仲有啲係分單元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又唔係話好大嘅小區。咁有啲粉絲佢都係唔中意太大嘅小區噶嘛。咁呢啲就啱啦。而且佢去濕街市、去醫院、去3區交界呢個配套，天虹商超同埋離和都相當之便利啊！始終係石岐區。嗱，呢個單位咧非常之筍，仲要係180度江景房。我哋走上去一探究竟。今日文仔拍呢個單位135.6平方米，一共係4房2廁嘅單位。睇睇先。嗱，呢個露台咧進深咧已經好深噶啦。嗱，有1米、2米、2米2進深，加埋風窗嘅露台，你見過幾多個？加上咧呢個單位入伙咗僅1年多少少。睇睇呢個客廳嘅開間得唔得啊？呢個係買嚟結婚用嘅。而家咧就認真誠意出售135.6平係做到4房2廁嘅一個感覺。餐廳喺呢個位置，客廳喺呢個位置。嗱，值得同大家講嘅呢一個咁靚嘅江景房，只要我坐低喺呢度睇電視，咁啱就望到頭排江景，而且非常之闊，感覺非常之正。只要你一坐低，白鷺滿天飛，呢一種嘅一個江邊嘅風非常之舒服。嗱，如果有好似文仔咁追江景房嘅呢一種對呢度嘅思考即係你做事業又好工作有壓力都好，至於關於思考嘅家庭都好等等，你望住佢心曠神怡，乜嘢都諗到出嚟啦。嗱，呢個位置咧係餐廳位，主露台係基本上係西位嘅。但係唔緊要，呢個位置真正通風嘅地方呢，就係呢個露台仔。嗱，講真嘅，我一直開住，一直都好猛風嘅。就講緊呢個露台仔，一直扯風就係呢個位置，因為呢度呢係位於呢個小區嘅3座係單邊位嚟嘅，所以周邊採光都相當可以。嗱，呢個廚房呢細歸細5臟俱全，入戶到呢個位置呢都會有個入戶嘅鞋櫃俾到你。同埋密碼鎖，咁咧呢間屋嘅裝修咧係發展商嘅裝修基礎上，業主加咗啲櫃啦、電器啦所有嘅嘢美化咗，大概加咗成20萬上去嘅。睇翻先，成框嘅感覺咧，我覺得非常之滿嘅。嗱，呢個洗手間咧係深嘅，非常之大
眾所周知，我就2米乘2米，好長嘅。咁啊，兩段式乾濕分離，加上一排鏡，靚仔。咁跟住啦，呢個位置咧係第4間房，亦都係最細嘅一間房嚟嘅，用得着可以用下。上面鋪滿晒所有嘅冷氣喺度嘅，加埋櫃體，全部裝到零一零。咁啲私人物品你唔啱咧，你可以拎走嘅。嗱，重點嚟啦，呢一間房好大，而且都係頭排光景嚇，冷氣都係配到好靚仔嘅。咁窗咧就有少少邋遢，咁嗰啲嘢可以擦乾淨嘅。見到未啊？一鏡到頂嘅櫃，仲有個格力中央冷氣發展商嘅交標嚇。咁再睇翻啦，呢一個位置咧都係一鏡到頂嘅櫃，加埋交樓標準嘅冷氣，加埋1.5米嘅床，加埋邊位。嗱，呢間房都睇到光㗎，呢間房都睇到光。呢個係中山嘅二橋嚇。咁呢個位置位於3區交界，非常之方便嘅。你喺呢個位置，嗱，呢個小區3座門口出嚟到嗰個橋嗰個位置，你估算下幾多米？正橋底就有我哋嘅濕街市魯安山市場，呢度位於石岐區3區交界，對面係天勢灣2期。咁所以呢個位置咧，成10幾萬人喺度居住嘅嚇，非常之犀利嚇。咁所以交通配套便利到不得了啊！咁睇翻先嗱，咁呢一排衣櫃咧都靚仔啦，做晒啦。咦，冇燈帶嘅定係熄咗啊？OK，當佢冇啦，一鏡到頂。啊！呢啲燈我未開，咁呢個洗手間，麻煩攝影師過嚟睇睇。咁跟住咧都係大嘅，咁呢間主人房加埋主客廳咧，係真係睇到好靚嘅景色㗎，正啊！加埋嗰個小風車，不得了。同埋咧唔怕嘈啊，好靚仔。對面係沙溪㗎啦，世紀新城。呢間房 size 夠唔夠大？算唔算係 king size？嗱，重點嚟嚇，4房。2次嘅格局嚇，雙露台，總價159萬，單價11700，石岐區江景房，得唔得成？今日文仔好興奮啊！嚟到呢個位置啊，呢個小區咧真係唔錯嘅，品質感相當高。如果大家針對呢個區位，樓齡又新喎，短短4年到5年左右嘅樓齡，又啱呢個區位，又啱呢個品質，又4房2次。仲要頭排光景嘅，真係相當難得同埋稀缺。歡迎大家點歌文仔嘅團隊實地考察，啱嘅話即刻博取，好冇？等你。又到咗文仔駕車說配套嘅遊戲環節啦。咁我哋由樓盤出咗嚟之後呢，嗱，我哋一駕車就沿住江邊嚇一直行嘅。咁咧呢個位置呢，就廣東電網嘅總部嚇，呢邊呢，就天洗灣嘅2期。咁我哋一直沿住江邊行㗎。其實小區雖然係內園啊，即係園林綠化唔係好高，但係一出嚟咧就一河兩岸嘅江邊啦。你散步嘅話咧，你可以行到無敵遠，去到興中廣場都冇問題嘅。嗱，鏡頭前方呢個位置咧就係天洗灣2期啦。咁啊上邊啊中山二橋啦。我開咗幾耐到啊？1分鐘30秒定係幾耐啊？嗱，呢個過咗呢個2橋咧就係中山嘅叫做魯安山市場嘅一個濕街市啦，入邊好多嘢賣嘅，見到未啊？香山新街市好方便啊，同埋呢度啊好多地道美食噶，前邊有一間店咧食蒸飯噶，前邊間店食蒸飯又健康又美味啊！呢間店叫做講埋少少啦，起點食店啊！咁沿住呢條路一直行就係興中廣場啦，興中廣場即係嗰個步行街位置，見到未啊？起點食店啊，好多老字號嘅店鋪㗎，我就唔一一介紹啦。反正總結配套齊全，想食乜都有，無數杯檸檬茶嚇。咁短時間就介紹到呢度啦，下期再見。